你们看到啊，植物人就像这张照片一样，他们躺在床上不能动、不能讲话。20多年来，台南市中西区的嘉恩幼儿园，每到年底，拢会发起帮助创世经会爱心活动，号召家长甲小朋友共同参加。为了感谢这的善心帮助，长期担任创世义工的蔡敬顺，嘛破演着圣诞老公公，骑着自制雪橇车来到幼儿园发糖啊！感谢这群有爱心的小朋友。我们小朋友一起呢，接受圣诞老公公送的小礼物。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尾牙就没有办法如期办理。但是我们把爱送到个案家去，所以爱送礼这个活动呢，感谢台南在地的企业还有一些团体共同来支持我们。今年受到疫情扰乱，爱心募款拢受到影响。但是嘉恩幼儿园也是持续响应爱心活动，20多年来用行动送予弱势家庭祝福甲关怀。创世基金会长期也帮助这些植物人，让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。我想集合大家的力量，一起来捐助他们我想今天我们也在此呼吁所有社会大众，那个人士能够一起来踊跃捐发票，或者是捐尿布，然后捐钱来帮助他们。除了长期收听的嘉恩幼儿园以外，真侪台南的企业，参像是宝康生医、新桥蛋糕，嘛捐赠商品，送予创世经会作为农历春节预备品。新桥呢，只是站在一个供应商、制造商的一个角色。那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能够把它带动起来，然后对我们有一些帮助，这样希望这个活动能够越做越好。弱势家庭难免无法度感受到年节气氛，透过嘉恩幼儿园小朋友的热情传达祝福，嘛结合在地企业做伙行善，让弱势家庭嘛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